2025年7月5日會唔會發生大規模災害？答案係可能會，亦都可能唔會。喺嗰日到來之前，冇人能夠確定。但係從防災嘅角度嚟講，唔理信唔信，準備永遠係必要嘅。災難唔一定只喺2025年7月5日發生，佢可能喺之前或者之後隨時隨地降臨。無論你生活喺香港定係喺海外，最基本嘅防災意識同埋準備係每個人都必須具備嘅。跟住落嚟，我哋會深入探討呢個傳言嘅來歷、具體內容以及應該如何應對。所謂2025年7月5日將發生大災難嘅講法，並非源自任何官方預警、科學機構嘅分析，而係出自一本日本嘅漫畫作品，一位漫畫家嘅夢境。呢本書名叫做《我所看見嘅未來》，作者係日本漫畫家龍樹亮，初版喺1999年7月出版，屬於半自傳形式嘅漫畫作品，記錄咗佢曾經喺夢中所見到嘅未來災難畫面。喺呢本初版嘅漫畫封面上，印住一句令人震驚嘅話：大災害將會喺2011年3月發生。呢句說話喺當時冇引起太多關注，直到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咗規模9.0嘅大地震，並伴隨大海嘯同福島核災。呢場災難造成超過2萬人死傷。震災發生之後，人們驚訝咁發現12年前嗰本已經絕版嘅漫畫，似乎早已經預示咗呢一場悲劇。呢段巧合讓我所睇見嘅未來迅速被網絡社群挖掘並瘋傳，成為神預言嘅作品。市面上舊書價格飆升，有啲喺網拍網站甚至開價幾萬蚊日元。然而事件喺2021年再次出現轉折。當年網路上出現一位自稱係作者龍樹亮嘅人，宣稱自己預見咗更多更可怕嘅未來，甚至暗示下一場災難將遠超過311地震。呢位冒名者嘅講法一度引起熱議同恐慌，直到真正嘅作者本人現身，公開澄清此人係冒牌貨，並宣布將親自出版修訂後嘅正式版本。於是我所睇見嘅未來完全版喺2021年10月正式出版。呢本完全版中收錄咗作者過去嘅夢境記錄，以及佢喺1999年之後所見嘅新夢境。其中最受矚目嘅就係作者喺2021年7月5號凌晨4點18分所做嘅一個夢。夢境中似乎出現咗一場更劇烈、更毀滅性嘅災難。佢喺書末寫道：如果夢見災難嘅嗰日等於災難真正發生嘅日子，咁下一場災難就係2025年7月5日。呢一句話成為媒體同網民廣泛轉載同討論嘅焦點。從嗰陣時開始，2025年7月5日將發生大災難嘅預言正式進入大眾視野，亦都一步步演變成今日網路上嘅都市傳說。呢場災難到底具體被預言喺乜嘢時間點？4點18分又係從邊度嚟嘅？下一節我哋就嚟深入分析呢場所謂嘅 X 日預言。喺上一節當中，我哋提到作者龍樹亮喺我所睇見嘅未來完全版中指出，佢喺2021年7月5日凌晨4點18分夢見咗一場前所未有嘅災難，而佢喺書中亦都寫到，如果夢境嘅發生日等於災難發生日，咁下一場災難就係2025年7月5日。正係呢句話，俾2025年7月5日被視為可能嘅 X 日，亦即係預言中災難發生嘅關鍵日期。咁凌晨4點18分呢個時間又係點嚟嘅呢？其實作者本人並冇明確講明災難會喺凌晨4點18分發生，佢只係喺記錄夢境嘅時候標注咗自己醒嚟嘅時間。呢一點喺書中非常清楚，係夢見嘅時間，而唔係災難發生嘅具體時刻。但隨住網路上傳播速度加快，有啲人便將呢個時間亦都納入解讀，甚至延伸出亦都可能係下午4點18分咁樣嘅講法。於是2025年7月5日凌晨或下晝4點18分呢個時間段成為話題熱點。不過從預言本身嚟睇，作者唯一明確嘅係嗰一場夢見災難嘅日子7月5日。佢亦都喺書中強調，過去佢夢到災難嘅日子同真實發生日有數次吻合。咁樣嘅巧合雖然冇辦法驗證佢嘅準確性，但卻喺災後引發廣泛討論。而根據完全版嘅內容，災難嘅性質、地點同時間，除咗月份同日子之外，並冇更多精確資訊。一切嘅時間推論其實係嚟自夢境記錄者本人嘅思考與讀者嘅聯想。
因此呢場災難係咪真係會喺2025年7月5日發生，冇人能夠斷言。但係呢個日子已經被廣泛視為可能嘅 X 日，成為唔少人緊張防備嘅時間點。咁呢場災難到底係乜嘢？會係地震、火山爆發，定係其他意想不到嘅事？下一章我哋就嚟睇下作者筆下所描繪嘅大災難到底係點樣嘅一幅場景。喺前一節中，我哋了解咗2025年7月5日呢個 X 日嘅由來。咁呢場預言中嘅大災難到底係乜嘢？又會以乜嘢形式出現？根據我所睇見嘅未來完全版書入邊嘅描述，呢一場災難嘅起點喺海底。日本同菲律賓之間嘅海底突然砰地破裂或者噴發，產生強大嘅能量衝擊。書中寫到，海面捲起巨大嘅波濤，四面八方擴散，形成咗環太平洋級嘅超大海嘯。特別係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區，據講有1/4嘅區域被呢場海嘯吞沒，甚至強調海嘯嘅高度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嘅3倍。咁係一場乜嘢樣嘅場景？我哋知道喺2011年東北大地震中，觀測到嘅最大海嘯高度係約16.7公尺。如果3倍計算，代表呢一場預言中嘅海嘯將會高達50公尺以上。呢個已經超出絕大多數沿岸城市嘅建築與防災設施所能應對嘅範圍。但問題嚟了，咁樣嘅現象可能發生咩？從地質學嘅角度嚟睇，菲律賓海嘅中央地帶並唔係地震頻繁嘅區域，嗰度唔係板塊交界，缺乏足以引發巨大海嘯嘅斷層活動。如果唔係地震，咁第二種可能就係火山爆發。但同樣地，該海域目前亦都冇記錄到任何活躍嘅火山群，唔似印尼、阿留申群島或者日本本州沿岸咁樣有明確嘅火山活動帶。咁仲有一種可能性，被書中以隱喻方式描寫，咁就係巨大隕石撞擊。喺書裏邊提到，海底劇烈破裂，海水掀起巨浪，陸地甚至被抬升。遠遠睇去，從香港、台灣一直到菲律賓，幾乎連成一條陸地嘅形狀。呢個唔再只係地震或者係火山爆發所能導致嘅變化，而係大規模地殼變形嘅情景。呢種現象同科學上稱作嘅地殼津波 Mega Tsunami 極為相似。當超大隕石撞擊地球嘅時候，唔單止引發巨大海嘯，仲會導致海床隆起、地殼斷裂。呢一種級別嘅災難曾經被認為係恐龍滅絕嘅主因。然而，如果呢個真係發生，咁將唔係一國之災，而係全球性嘅毀滅性事件。書中對此冇明確指出係隕石，但係從文字描述嚟睇，唔少研究者同讀者都傾向咁樣嘅解讀。總結嚟講，呢場預言中嘅災難有3個可能嘅自然來源：地震、海底火山爆發，或係巨型隕石撞擊。但係從目前嘅科學觀測與記錄嚟睇，前3者都缺乏具體證據。咁樣一場看似難以想像嘅大災難，真係會喺預言中所講嘅嗰日發生咩？我哋該如何看待呢種似真似假嘅預測？喺下一節，我哋就嚟探討預言到底有幾準，我哋應該相信定係質疑。經過前面嘅分析，我哋大致了解咗呢場被預言嘅災難，從內容、地點、形式到可能性。但係跟住落嚟嘅問題先至係最關鍵嘅，呢場災難真係會發生咩？我哋又該點看待呢一種預言？好多人之所以會相信2025年7月5日會有災難，主要係因為一個事實：1999年出版嘅漫畫封面曾經準確指出2011年3月有大災難，而東日本大地震的確發生喺嗰個月。呢個讓唔少人認為作者嘅夢境具有某種預見未來嘅能力。但若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嘅巧合成分其實亦都非常大。首先，漫畫封面只係寫咗2011年3月，並冇具體指出地震、海嘯或3月11日咁樣嘅資訊。書中嘅內容亦都冇任何提到震災嘅細節，只係封面短短嘅一句話。換句話講，我哋可以將呢個視為命中，亦都可以解讀為巧合。畢竟喺一本夢境主題嘅漫畫中寫下一句模糊嘅未來災難，喺未來某年發生災難時，自然就會被攞嚟對號入座。此外，呢位漫畫家喺封面上面亦都寫低咗其他預言，好似係富士山爆發等，至今並未實現。因此，若果我哋只係聚焦喺嗰一條命中嘅預測，而忽略咗未實現嘅部分，就好容易陷入選擇性記憶嘅陷阱。
錯把偶然當作必然。再講返2025年7月5日嘅呢場預言，佢嘅時間點嚟自夢境記錄，地點同內容則係以象徵性嘅語言描述，科學上缺乏明確嘅依據與觀測支持。面對呢類預言，我哋或許無法立即斷言佢係錯嘅，但更重要嘅係要保持理性，不恐慌，不盲從，亦都唔完全否定。我哋應該將咁樣嘅資訊視為一種提醒，思考我哋對風險嘅準備係咪足夠，對災難嘅應變係咪有準備。正如作者本人所講，信唔信由你，但真正該做嘅係好好準備。咁對於一般人嚟講，究竟要點樣開始做出有效嘅準備？喺最後一節，我哋將從香港人嘅角度出發，傾下具體可行嘅防災行動。面對2025年7月5日大災難嘅預言，無論你選擇相信定係將佢視為都市傳說，我哋都應該將呢個事件當作一次提醒，重新審視自己嘅防災意識與生活準備。好多人會話，香港又冇大地震，亦都唔會有火山爆發，要準備乜嘢？雖然2025年7月嘅預言針對日本，但係香港亦都可能受影響，比如書裡面提到嘅海嘯或者陸地變化。萬一遇上預料之外嘅極端情況，準備充足總冇錯。例如喺極端天氣之下，停電、通訊中斷、道路阻塞、交通癱瘓，都係真實會出現嘅危機。除此之外，香港高度依賴進口食品與物資，一旦遇上區域性災難，例如供應鏈中斷、港口封閉、航班取消，短時間內便可能出現超市搶購、物資斷貨嘅情況。所以，不論係咪相信預言，做好家庭防災準備，從今日就可以開始。你可以由以下5個簡單步驟着手。第一步，準備72小時緊急避難包，內容包括飲用水、乾糧、備用藥品、簡易急救包、口罩、現金、手電筒、行動電源等。第二步，了解你所在區域嘅潛在風險。你係咪住喺低窪地區、山坡邊、舊樓？係咪靠近水塘或者係樹林？呢啲都會喺暴雨或者山泥傾瀉嘅時候成為危險熱點。第三步，同家人建立災難時聯絡與集合方案，例如家人失散時喺邊度集合，邊個照顧長者，邊個負責細路仔。第四步，儲備基本生活物資，唔好等到颱風來臨前一晚先至去搶購。屋企平時應該儲備最少1星期嘅糧食、水、清潔用品同基本藥物。第五步，學會使用可靠資訊平台，熟悉天文台、政府資訊中心、消防局、防災 App 等渠道，避免喺危機期間被假消息誤導。呢啲準備唔一定係為咗預言中嘅7月5日而做，而係為咗下一次真正會發生嘅天災、事故，甚至突如其來嘅社會動盪。與其被預言嚇到，不如用佢嚟提醒自己同家人，你哋真係做好準備咗咩？預言係咪命中？世界上任何地方隨時都可能發生自然災害，唔係因為2025年7月特別危險，而係因為我哋一直處於風險之中。趁而家開始準備，先至係最實際嘅行動。如果你都中意呢啲結合日本文化、都市傳說、奇人奇事嘅內容，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和田先生。每次我都會帶你深入一啲你以為知，但其實唔知嘅日本角落。